新宿大癲咖啡，凌晨4點食邪惡甜品大餐。今次要介紹呢間位於新宿歌舞伎町當期下10秒，名物蜜糖吐司啊，開到成凌晨4點。咁我哋 go！ 呢度唔算好大，得6張台，有多款甜品，仲有其他嘢食當晚餐又得。呢個係差唔多1比1大細。哇，賣相好吸引喎！今日主角黐線啊，勁大個，呢個真係邪惡值爆晒燈啊！今次肥了，都唔知點樣入手啊！個包新鮮勁脆，試先，等多陣啦吓。終於輪到日本小姐姐，日本小姐姐試食，睇佢樣就知咩事啦。仲俾佢發現咗新食法，個包熱辣辣，可以用嚟點其他嘢。胡米推薦啊！哇，真係估唔到，除咗甜品，啲小食都一樣咁出色。重點係開到4點，唔怕夜晚冇嘢食啊！2個人加埋3600yen。Hanito Cafe，下次再見。